远景和维安人员甲穿乌衫的查甫人围来检查伊的规身躯，因为家己前让总统蔡英文徛台暗会，伫日口处行来行去，看起来真奇怪。警方一查，发现伊的拉底有假穿，随界压制，想要到伊真激动，搁呛声。远警发现江姓民众行迹可疑，立即上前盘查。江南不服盘查，警方当场查获玩具枪1把。事发当时，总统及市长尚未抵达活动现场。这位24岁嫌犯平常时住台北，伊甲警方讲，家己的姓是伫罗仔桥的，无称子，嘛无想要讲攻击，只是来斗闹热。虽然无人受伤，不过嫌犯有前科，警方无相信伊的讲法，嘛继续追查背后是毋是有人甲指示。总统的维安要最高规格，而相关是否有犯罪等等，都依法查办。警方讲，这个造势广场现场大约会当有5、6千人，敢若是日口都有4个金属探测门，要确保民众无带违禁品才会当入场。嫌犯红列的所在离门敢若几步，离造势台至少有700公尺。为了保护总统，远景伫附近设置最高点的维安，嫌犯想要攻击其实有困难。不过透早9点半，副总统赖清德伫台南原本要替王伟铁徛台行程嘛临时取消。不过第2场要是照计划来徛台，无接受采访。离选举敢若剩15天，毋但要确保政治人物徛台维安要做甲真好，嘛要确保这个造势场合袂有人受伤。